镜头转到国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伫咧出发之前，佮针对最近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一件代志来表达严厉谴责。也毋过伫咧机场外口，也是有大阵民众抗议，呼吁赶紧停火，救出人质。 真侪民众敲锣拍鼓，也飘舞大声喊口号。因伫特拉维夫附近的班古里昂机场外口，对即要出发到美国纽约的总理纳坦雅胡来表达不满。以色列示威民众一直以来一直重复诉求是加沙停火，甲人质救回来。不过以色列伫加沙战火无因此停落来，反倒等一直伫升级。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敢若是24日天，整个加沙就至少85人因为攻击而死亡，死亡人数是前一天的2倍。والمساعدات شبابنا كلهم حيموتوا بنحذر المساعدات مصايد الموت اللي بفهم ضب ولادك على المساعدات 不过，尽管世界各国领袖伫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呼吁停火，英国、法国、加拿大这西方国家也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不过，纳坦雅胡伫出发要去纽约进前，原是严厉来批评。אני אוקיע את אותם מנהיגים שבמקום להוקיע את הרוצחים, האנסים, שורפי הילדים, רוצים לתת להם מדינה בלב ארץ ישראל. זה לא יקרה. 原来世界上援助加沙行动无停落来，其中有51只大小只船只，44个民间志愿者加入全球建议船队，因载食物、囡仔的配方牛奶，也有医疗物资甲饮用水，继续航向加沙。 进前伫突尼西亚拄到海上攻击所料了后，24日因搁伫希腊外海国际水域顶面遭到大约15只无人机伫暗时袭击。 We know that this is a scare tactic, aiming to scare someone standing in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e,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work on us because we know what we're up against. 进前以色列就一再表示无允准这支船队到加沙，并且讲船队是由哈马斯组织的。以色列也呼吁船队，若真正毋是为哈马斯服务，那呢就将物资载到伊国南部城市阿什克隆去卸货，予以色列负责将这物资送去。也来24日海上攻击，除了无线电干扰这信号，要持续3点钟的震撼弹，也有也互人皮肤会长的这个粉，造成部分船只受损。Ricordiamo che questa è una missione umanitaria non violenta e condanniamo fortemente qualunque atto di violenza o attacco sopra la Global Summit Flotilla. 为了保护家己的公民，意大利甲西班牙24日分别宣布，会派出多用多的护卫舰甲配备所有必要资源的顺风舰来保护并且协助船队到加沙航程。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伫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各方遵守国际法，尊重公民伫地中海安全航行的权利。《广视新闻》王路梅编译。